收看成王爷阴阳判。需要这个工啊，暗中调查，发现到一寡线索，证明你哦，确实是受冤枉的。即摆已经要求关老爷重新审判此案。想袂到你哦，居然了然哦，了然哦，吼吼！大人啊，恁讲的是真的哦？废话，唔是真的，无敢是用煮的哟。也不过，阮阿娘已经死啊，伊嘛无可能搁活过来。就算搁活了，搁有啥物意义？靠阿弟啊，你安尼讲都唔对了。咱每一个人若生活，拢嘛是有路用啊。搁再讲，你好脚好手，你这个头壳也袂比人较戆。为什么你若爱做一寡比较较有意义的代志呢？无唔对，迄人咧讲吼，人咧做天咧看，凡事啊一条笑一条笑，拢记甲一清二楚。亲像你啊，偷食阮迄上峰庙内底咧物件。哦，我敢讲，上峰爷绝对也甲这条笑记在你的头壳顶。嘿嘿，即马就看你家己会晓想无，日后好好做人哦，报答上峰爷对你一片的温情啊。对哦，我想起来啊，我拄则甲他面望上峰爷，伊讲我是一个无信用的人呢。我你才知。好啊，阮兄弟啊吼，即摆救你的命，你若要搁想袂开吼，阮也无法度啦。不过你真正若是有友好恁阿娘吼，敢讲你真正无爱找做害死恁阿娘凶手？我一定要赶紧找到真正的凶手。冤冤相报无了时，冤冤相报无了时。唉，那安怎背拢背袂起来啊？哦，原来你就是你伫遮，互我找几多找无人。老先生你好，找我要创啥？玉帝伫咧找你，找我？新上任成王的官员已经缺好啦，所以找你伫咧将官员送到无同关成王庙。无问题。较小心的呀。总算会当去人间佚佗啊啦。哼。手夹哈，去。马文姐，来上面国务院办。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先生，够到嘛了，快买了，来。哈，这广告做得很好，来对哈，好，这是快了哈。
来遮呢？敢讲是用派来做成我爷的应酬，真正有够衰啦！阿鲁，金水兄，啊你搁咧想其实无？生气？是啊，啊拄则恁阿嫂讲吼，有一个无良的查某囡仔甲你创治。是啦，查某囡仔人吼，伫外口做生意吼，加减拢有拄着即款。啊，而且你生甲遮古水，连我都你要创啥啦？无啦。我是讲吼，连我这个做阿兄看你遮尔啊伤心吼，拢要甲你安慰一下啦。金水兄，拜托你放较尊重一点嘛，好无？阿鲁啊，我足介意你知影无？免烦恼啦，恁阿嫂伫外口无闲，伊袂看到啦哈。你要创啥啦？你莫安尼啦，你若安尼我要看哦。来啦！你要用刷是无？来啦，叫一个啦。阿鲁，你倒来创啥？我无啦，我拄则看伊咧伤心吼，我咧甲安慰啦。干嘛呢？当然嘛是安尼咯。阿鲁啊，你讲是毋是？我先来去顾店啦。啊门爱开掉的，搁明因的敲钟遮尔慢，到即摆拢未到。行到口有够忝的，先歇困者，看等下会到尾。啊，你毋是讲要带人去梧桐馆？对啦，啊也毋过即个阿弟也未解决来啊。哎呦，我唔管啦，我袂卡来等啊。咱明仔走好无？啊，阿鲁话要安怎？阿鲁，伫当时啊，阿鲁变甲比我较重要。你是咧想啥啦？伊哪有可能比你较重要？我是惊讲吼，伊会起疑心啦。你免讲甲好好听啦。你下晡内底创啥物？就是我唔知。春花啊，你莫安尼想东想西啦，哎呦，你想啊！话无交机哦，我袂甲你讲啊。金水啊，金水啊！啊，闪啦！啊，你将来怎么甲我杀过？你来这里讲，我袂记啦你。哎，吴春花，你会较站的，我甲你讲，即世人恁爸拢是有查某面色看，也无查某恁爸面色看。你若想要过好日子哦，你就较差不多的，一双破的，家己啊摇摆。哼！金水啊，金水啊，金水啊！阿嫂，来啦，来遮坐啦。阿鲁，我甲金水的代志，你拢知影。我在这尔歹命。阿嫂，虽然讲吼，我对迄个金水兄伊无啥了解，啊，毋过亲像伊这么风流的查甫人吼，是绝对袂用相信的啦。这我嘛知影。小当初，恁爸兄对我嘛是真好，人嘛真老实，也毋过吼，伊咧梦想顶。金水也来找我，我嘛是有甲拒绝啦。也毋过，后来我就被伊的花言巧语所骗啦嘛。啊，花言巧语是值偌济钱啦，只有真心对待吼，才是千金不换啦。也毋过，即摆讲遮拢嘛已经袂赴，啊，但是表兄就已经往生啊。是啊，鸟气。阿公很鸟气哦，我就想着哦，应该是鸟气啊，拢嘛是阿龙，也搁阮阿娘咧头的。
即摆两个人无伫啊，捡了车也无人偷，就安尼死过走。办这个案件。为你伤心又何必？啊，你是来要创啥？我是洪子哦，来送成王爷官印的呢。我官印的。好啊，别搁找啊吼，观音判定啊吼，我就知咧，一定是你安尼哦，啊一边行一边算甲咧观音判定，你家己都唔知啦。惨啊啦，惨啊啦，你想要安怎啦？这个歌印有啥物作用？启禀先锋爷，有这个官印了后，才会当证明讲你手头所有的案件拢总已经结案，然后上奏天庭，下禀地府。对啦，小王爷，你若有观音了后，你就让团员考试，查出杀死伊的凶手。真好，那你一定还有看底下一个清白。不过啊，这是去了了啊。成王爷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我即马等去天庭，请玉帝，佮速刻一粒新的官印给你。但火烧卡两体啊，对无？啊，佮官印互你摕来，阿弟啊已经叫人斩掉呀啦。拢是我唔对啦。知影唔对啊吼？玉帝爱你好好保管一个囡仔尔，啊你着困甲一只哪猪咧？物件互人偷摕去拢唔知，官印伫遮啦。喂，原来是你哦！我安怎？若毋是我替你保管哦，早就去互人偷摕去。讲啥笑话啊？明明是你创治我啦！我干那是互你一个教示尔啦，叫你后摆做代志哦，着爱较细腻的。天宇、印度，也是赶紧办证书要紧。是。柯春花，你也唔承认，这水内啊悬顶的砒霜，明明就是恁大家加了后才抹去的。你谁人要误落看你？你讲啊，你是不是害死恁大家甲恁翁婿了后，你为着要脱罪，才误落去看你？是啊，大人啊，不是安尼啦，我是冤枉的啦，我真正无害死我的大家甲我的后婿啦，我唔知影。唔是你，也无是啥。我嘛唔知影，我就迄天要食饭，我就入去洗身躯嘛，啊，我洗身躯出来，我大家讲我两个死啊嘛，我嘛唔知影。乱讲！来人啊！走！当拍20大板。是。大人啊，我是冤枉的啦，大人啊！我是冤枉的。冤魂考试，冤魂考试。人情考试考试，任务靠近成功了。考试，你有啥物冤屈？豆豆讲互阮做。多谢成功了。任务是食着有掺砒霜的鱼，才死，害死我，甲我的囝看咯，就是我的媳妇柯春花。本官搁再问你，你谁人要诬赖看弟？你讲啊！你谁人要诬赖我？我惊官府的人来怀疑我，所以我。你为什么会惊人怀疑？是不是？你根本就
做杀人的凶手。不是啊，大人，我当个跟我阿嫂真正不是我害死的。你也唔认罪？范正林，李金水，范正林，李金水。草民李金水靠见大人。李金水，你甲柯春花到底什么关系？回大人，我甲柯春花并无关系，只是吼，伊三番两次一直甲我高高甜啦。伊讲白惨啦！李金水，你继续讲。是大人，我甲伊讲过几啊摆，讲是王婿的人，袂当违背妇道。也毋过也是佫甲我高高甜，常常锁来阮兜，害我真正足困扰的，佫来阮兜毋肯走呢。李金水，人讲伊也有妻必生有，你哪能安尼讲我？你讲我安凭良心啊你？我做人用着凭良心的啊！哪能想毋到是你咱两个感情？你，大人啊，你甲看这查某遮尔啊弄倒，伊讲这话吼，就是要较济啦。继续讲。伊讲吼，天色特别暗嘛，伊雄雄蹦蹦走来阮兜，伊甲我讲，讲什么？伊甲我讲伊要甲我做伙走，伊甲因大家甲人在，拢偷死啦。你拢袂讲，你是人，你是人啊你！哎呦啊！大大刁夫！哎，想要到你心肝会遮尔凶，你竟然为着要讨家兄，害死阿家家兄！阿弟，你来相信我，真正不是我害死的，不是我害死的。你来这恶毒啊！事到如今，你也认罪，来人啊！在，搁再爬。是。大人，我是我老啊，都不是我害死，就是由你给我拍死，我嘛有法度承认啊！你认罪，我绝对不会帮你说。启禀城隍爷，讲到迄柯春花哦，这查某，真正是死人的脆配了。人拍啊叫要带起来呢，伊又讲我唔承认讲人是伊毒死的。这个李金水，伊竟然唔承认伊甲柯春花的关系，可见伊所讲的拢唔是事实。还佫有迄个柯春花，伊安怎嘛唔承认讲人是伊偷死的？我感觉这个案件也是有淡薄仔怪怪。夭寿哦，哎，有啥物好怪的？参考是啊，原本讲是春花啊，这个案件哦，早已经大功告成啊啦。看阿弟啊，哦，已经当庭释放啊。真好，这个案件会用结案。城隍爷，请用关于等者，安怎？城隍爷，我感觉这个案件无遐尔单纯。启禀城隍爷，亲像这种哦，品德无好的查某人，啥物胡萝卜济，弄大代志做袂出来啊。恁听我讲，第一点，这几天我发现着讲，柯春花伊常常咧甲我提起着讲，因翁有偌好拄偌好。恁想看觅啊？假使讲人若是伊抬死的，伊应该会尽量袂去提起着因翁啊。迄是伊搞演戏啊，专门咧演互你看的啦。就算讲伊搞演戏啦，还佫有第二点，啥？伊还佫有哦？柯春花伊这个人真惊鸟鼠。我会记得伊有甲我讲，以早因兜若是有鸟鼠，就拢是交互因阿娘，还佫有因翁来甲偷死。恁想看觅？遐尔惊杀生的一个人，伊要哪有可能会害死人呢？天理啊！你慢慢呢，一个查某囡仔啰啰嗦嗦，代志已经知影，啊，搁疑神疑鬼，无我问你的啦。这考试的英文，敢有可能讲白惨呢？哈？这个考试敢若知影讲，伊是食着掺着片酸的面死的啊！这要哪会当证明讲，这面的片酸就是柯春花下的？这叫你强辩啦！上爷，咱莫插伊，赶紧用因结案。等者，城隍爷，请你给我几工的时间来调查这个案件。你若爱调查哦，你家己调查啦。等阮结案了吼，家己较处理调查啦。你 Q 处理。
情泪滴落你敢看无影？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冷冷无情不知感觉。雨雨声吵阮几落暝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款呢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，伤心事用唱歌袂记。你心内的女主角我珍惜，这出戏我什么地位？全心全意感啊半点会当感动你，我到底输伊倒位？为你伤心又何必？为情艰苦又何必？卡拉 OK 唱落去，管他伊几暝，管他风雨